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啊，是哪一个？整对的啊。主要就是肝脏嘛。肝脏那些，肋骨断了4至10处。当时的话是带着我朋友，然后开着电动车在那里等红绿灯左转，然后那边的话车子速度开很快开过来，我就直接撞到了。在路口相撞。对。你明白你们的违法行为吗？我明白。有几条？第一个闯红灯。2个人一起死亡。对。你这样操作有个什么后果吗？他的外卖他是有保险的，但是他没骑，你骑的，你的保险是没有了，对吧？一个闯红灯，一个违规载人，还有一个呢，送外卖的人电动车驾驶员是不是都戴头盔？对。你为什么不戴？你当时就一个头盔。你要想那个小车啊，当时的速度可能有80码，你如果没摔得好头着地，你现在不可能躺在这里跟我讲话了。你是万幸了。每年我们事故科的交通事故里面，外卖员因为逆行也好，闯红灯也好，同时没戴头盔导致死亡的，每年都有好几起。你为什么要打暑假工啊？挣一下下个学期的生活。想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。出发点是好的啊，当然不出这个事更好。你看负担没有减轻，反而增加了负担。唉。